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啟示錄第17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啟示錄第17章主要記述約翰佢作出咗兩個補充異象嘅其中一個，都係有關大巴比倫嘅，但係卻係兩個不同嘅身份。本章呢度係宗教上嘅大巴比倫，本章亦都係要對敵基督嘅背景作出補充嘅說明，以及講述呢個宗教上嘅巴比倫佢嘅結局。下一章將會係經濟上嘅大巴比倫，係屬於一個大城市或者一個國家。首先第一點，我哋要搞清楚，本章呢度代表巴比倫嘅大淫婦係與假先知無關，因為假先知將會係與敵基督一樣，喺第19章主耶穌親自降臨嘅時候，先至會被捉拿掉進火湖裏邊嘅結局。而本章呢度嘅大淫婦嘅結局，佢係喺本章16節，就係受到敵基督將佢殺害，用火將他燒盡了嘅。所以與假先知嘅結局並不相同。所以假先知與大淫婦肯定係不同嘅。到咗呢度，我哋要留意，其實喺上一章第16章傾到咗第7個碗嘅時候，係應該要連接到第19章11節嗰度，白馬騎士就係主耶穌基督，佢嚟到世上去收拾最後一場戰爭，就係喺上一章16章16節傾到第6個碗嘅時候嗰一場哈米吉多頓大戰。整個發展應該係咁樣結束嘅，但係約翰喺呢度亦都稍作停頓，佢用咗2章半嘅內容，就係17至到19章半，做咗幾方面嘅補充。我哋會繼續作出思考。本章嘅第1節，拿着7個碗的7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來對我說：來，我要讓你看那坐在眾水。眾水係指到天下不同嘅民族之上的大淫婦。大淫婦嘅意思係佢原本係認識真神嘅，亦都可算係基督嘅妻子，就係教會，但係卻係去咗拜其他嘅偶像同埋信仰，犯咗宗教上嘅奸淫，所要受的懲罰。第2節，地上的君王都曾與他行淫，意思就係大淫婦佢不但自己去拜偶像，仲透過政治嘅權力結合，就係政教合一嘅影響力。佢慫恿地上嘅君王帶領佢哋嘅國民去拜偶像，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他淫亂的酒。就係世上嘅人民，佢哋其實十分欣賞佢咁樣宗教上嘅開放，對好多異教正在進行中嘅宗教行為都能夠包容，甚至可以去拜好多嘅希臘神明，甚至可以假借基督教嘅形式去拜希臘嘅神明。佢哋十分享受呢種宗教生活。試想想，一個人嫁咗丈夫，卻係被容許出去與不同種族背景嘅人去胡混，與不同種族背景嘅人去尋歡作樂，咁樣呢種與人享受道德上嘅寬鬆與及開放，其實即係奸淫，狀態上係十分相似嘅。本章嘅第3節，我在聖靈感動下，被天使帶到曠野去，我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，那隻獸有7個頭10個角，遍體有褻瀆的名號。呢隻獸其實就係喺第13章從海裏上來嘅嗰隻獸，但係起咗一啲變化。原本呢隻獸係7個頭上有褻瀆嘅名號，現在褻瀆嘅名號係佈滿全身。其次，佢嘅顏色亦都變為咗紅色，與第12章嘅紅龍係相似。有關呢隻獸嘅補充資料，我哋喺下面再作思考。本章嘅第4節，那女人穿着紫色，就係自稱為王嘅身份，和朱紅色的衣服，係與朱紅色嘅獸同埋大紅龍嘅顏色係一樣。喺整卷啟示錄中，喺地上嘅呢啲紅色，包括咗紅色嘅馬，都係代表流血殺害。用金子、寶石、珍珠作裝飾，就係喺禮儀所用嘅服飾，係十分奢華。手拿着金杯，原本金杯係特別為咗真神而設嘅器皿，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，卻係俾佢用作拜偶像之用，和他淫亂的污穢。我哋停下來想一想，世上有邊一個宗教有呢種表現嘅呢？
本章嘅第5節，在他額上寫着奧秘的名字，說大巴比倫，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呢度嘅描述對當時喺羅馬生活嘅人係不會陌生。當時羅馬嘅妓女通常都係將自己嘅名字寫喺頭巾上，纏喺前額上邊。呢個大淫婦，即使佢將自己打扮成女王嘅形象，亦都顯露出佢自己妓女嘅身份。佢嘅名字係大巴比倫，強調佢宗教上係淫亂嘅特點。巴比倫係源於創世記11章9節，係世人所建造嘅巴別城同埋巴別塔，係撒旦鼓動人去高抬自己過於神嘅一個行動。佢凸顯撒旦，佢偽冒神嘅建造，就係神喺歷世歷代所建造嘅屬天嘅耶路撒冷嘅一個冒牌貨，或者話聖城耶路撒冷嘅山寨版。佢嘅用意係迷惑屬神嘅人，以假亂真。正如以弗所書3章4至10節嗰度話，教會係基督的奧秘一樣，大巴比倫乃係敵基督的奧秘。佢係用嚟迷惑神嘅子民嘅。喺第5節呢個一切可憎之物的母，表明一切都係源於佢呢個大淫婦，係一切偶像崇拜同埋墮落嘅根源。喺本章嘅第6節繼續講，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的血，我看見他非常詫異。點解約翰會咁詫異呢？因為佢知道呢個係發生喺佢死後嘅教會嘅情況，所以佢覺得詫異。呢度第6節嘅喝醉了聖徒的血，即係殺害信徒，亦都包括神嘅選民猶太人。第6節嘅為耶穌作見證的人的血，即係殺害真正相信福音同埋傳福音嘅人。以上第1至第6節嘅經文內容，其實喺歷史上係已經應驗咗。我哋翻查羅馬天主教嘅歷史，自從天主教嘅第1任教皇喺主後590年出現咗之後，歐洲就陷入咗1000年黑暗嘅時期。喺呢個黑暗時代嘅期間，教皇非常淫亂，最少有50個教皇係無神論者，有12個教皇係依賴妓女嘅支持先至能夠成為教皇嘅。例如約翰11世教皇嘅母親馬路西亞，佢就係一名妓女。另一位波茲亞教皇，佢更加公開自己與女兒亂倫嘅關係，仲係生咗一個兒子。有好幾位稱為亞歷山大、約翰、比烏同埋利奧嘅教皇，都係沉溺喺奸淫、謀殺等嚴重罪行之中。淫亂不單止係一個個別嘅人嘅問題，淫亂並唔係一個個別嘅問題，而係由於佢哋教規裏邊禁止神父修女結婚所造成嘅，正就係保羅書信所提及嘅禁止嫁娶造成嘅問題。根據記載，教廷內嘅現象幾乎等同於娼妓院。查理曼大帝同埋天主教教皇利奧第三喺主後800年，佢哋共同建成咗神聖羅馬帝國，統治整個歐洲。天主教形同係皇后一般嘅身份，有佢嘅丈夫就係神聖羅馬帝國嘅國王去支持。凡係唔順從教皇嘅，教皇就以十字軍同埋宗教裁判所，又或者異端裁判所去對付。被殺嘅人無數，據說單單係西班牙一個國家，因為反對佢哋嘅信仰而被殺嘅人就多達360萬，其中有30萬係被綁喺火柱上燒死嘅。佢哋認為咁樣燒死就連靈魂都能夠被燒掉，係永遠不能得救。比較著名對新教徒嘅殘害係發生喺法國聖巴多羅買嘅大屠殺，係發生喺1572年8月23日嘅晚間。暴亂係持續咗幾個星期，估計死亡嘅數目可能高達7萬人。咁樣當時嘅羅馬天主教，佢哋其實係相信乜嘢嘅呢？點解會有新教徒反對佢哋離開教會呢？喺主後590年開始有教皇，就係大格里高里，佢宣布自己係第1任教皇。佢宣布教皇係冇錯誤嘅，並且有赦罪嘅權柄。
佢哋相信瑪利亞都可以做中保，因為佢係冇原罪嘅，係稱為聖母，人可以求佢去吩咐主耶穌去赦人嘅罪。教皇亦都授權神父佢哋有赦罪嘅權柄。1215年，教皇話：凡係教徒犯罪，就必須跪喺神父面前認罪求赦，並且要奉獻金錢，洗罪得赦，就係告解禮。每人每年最少要行一次告解禮。佢哋認為，雖然基督嘅死係得到咗好多滿足同埋功德，但係仍然未完全嘅。呢啲嘅功德只係儲藏喺教會嘅功德庫裏邊。呢啲嘅功德庫裏邊仲藏有聖母瑪利亞，並且許多聖人嘅禱告同埋善行所帶嚟嘅功德。咁樣係用獻上好行為嚟救贖罪人嘅做法，係完全違反咗使徒保羅喺加拉太書同埋羅馬書嘅教導。佢哋確信佢哋可以靠好行為同埋受苦犧牲去幫助別人，由神嗰度得到拯救。遵守彌撒亦即係守聖餐。佢哋認為餅同埋葡萄酒一經祝謝就變成咗耶穌嘅肉同埋血。佢哋認為彌撒係十字架犧牲嘅一個延續。喺第7世紀嘅時候，佢哋發行出售贖罪券。贖罪券分為好幾種，要睇你嘅罪有多少而定。喺593年，佢哋又宣布有煉獄。喺天堂與地獄之間，死咗嘅教徒先係要去到煉獄嗰度受火嘅煉淨。佢哋嘅親友如果為佢哋念經禱告，獻上金錢做彌撒，就可以幫助佢哋提早出煉獄。佢哋認為得救嘅方法係要靠自己克制修練，守佢哋嘅誡命。另外，佢哋仲要封立好多聖人，又要設守齋禮、守節期、念珠、七聖蹟，喺大教堂裏邊資助掛耶穌以及大嘅十字架等等。佢哋相信救贖嘅工作係由教會嘅聖禮所促成嘅。佢哋認為基督嘅死係要繼續進行救贖嘅。佢哋嘅彌撒即係聖餐，並唔係為咗紀念主嘅救贖，而係為咗將基督再一次喺祭壇上犧牲，藉着做彌撒去得到赦罪。親人死咗，彌撒仲可以繼續將恩典帶俾佢嘅。只要親人替佢買一張彌撒卡，就可以減短死者喺煉獄中受苦嘅時間。單靠基督嘅死係唔夠嘅，仲要靠着做彌撒聚會嚟到歌頌聖母，藉着善行同埋為別人背十字架等功德，先至能夠得救嘅。從神父買得贖罪券，亦都可以縮短煉獄受苦嘅時間。天主教可謂富甲天下，佢哋嘅金錢來源就係從異端裁判所得嘅。對於不同信仰嘅人施以酷刑，分咗佢哋嘅財產，又以贖罪券去得財。信徒為咗親人免受煉獄之苦而多付錢俾佢哋等等。1229年，天主教禁止所有平信徒購買聖經，禁止佢哋去讀聖經，擁有聖經係死罪。喺1231年設立咗宗教法庭，並且有秘密警察。呢個法庭係負責偵查、審判同埋裁決天主教會認為係異端嘅人。曾經有大量嘅監禁同埋處死異見分子。今天宗教裁判所已經改名為信理部，但係直到現代嘅1923年，喺羅馬仍然有搜查聖經、燒毀聖經嘅事發生。另一個違反聖經真理嘅行動，就係與世上所有嘅宗教進行聯合。到咗現代，仍然係喺度進行之中。世界宗教聯合會喺1993年8月喺芝加哥召開，有125個團體、7000位代表。喺1997年6月喺三藩市再召開，包括咗天主教、佛教、穆斯林、印度教、自由派嘅教會同埋聖公會。喺50至60年代，靈恩派主動與天主教合作。靈恩派早就承認咗天主教中有說方言嘅信徒係與佢哋係冇分別嘅。呢啲宗教聯合行動到咗現代近期仍然在進行之中。喺2023年8月14日喺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又再開幕。聯合宗教倡議領袖佢哋敲響咗和平之鐘。
喺2024年12月25日，世界神明聯誼會係來自7大宗教、8個國家，有超過10萬人齊集喺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。佛教、天主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、日本神道教、印度教、美國印第安傳統宗教，佢哋彼此尊重包容，共同祈求世界嘅和平。據報道係猶如一場盛大宗教嘉年華會。近年來呢啲活動係得到咗聯合國嘅支持。喺2010年10月20日，聯合國大會通過每年嘅2月第一個星期係世界不同信仰和諧週。呢啲政治正確嘅口號宣揚和平，卻其實係違反聖經真理嘅行動，等同異端。真正明白聖經真理嘅信徒絕對不能參加。約翰喺異象中睇見呢啲主耶穌所建立嘅教會喺佢死後產生咗罪惡，以及仍然發起嘅異端行動，怎能夠不詫異呢？本章第7節，天使對我說：你為什麼詫異呢？我要把這女人和馱着她那7頭10角的獸的奧秘告訴你。第8節，你曾看見的獸，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將來要從無底坑裏上來，又歸於沉淪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看見那隻獸都要詫異，因為他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以後再有。呢度嘅他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以後再有嘅講法好奇怪，似乎係暗示呢位敵基督，佢係一位過去已經死過嘅人物，翻生重新再嚟，係以約翰當時嘅處境去睇嘅，所以有人認為佢可能係邪惡嘅羅馬王尼祿翻生，但係尼祿並非猶太人，佢並冇呢個資格。於是亦都有一啲人去猜想，可能係嗰位出賣主耶穌嘅猶大佢翻生，成為咗敵基督。另一方面，並且呢度第8節講，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看見，呢度係第2次作出咁樣嘅表達。喺啟示錄13章8節亦都講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。呢度從創世以來嘅表達方式亦都係好奇怪嘅，是否代表到時會有死人復活喺地上重新面對呢啲苦難嘅問題呢？呢啲嘅講法都係只作參考，相信仍要有待事情真正發生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清楚呢度嘅意思。第9節繼續講，在此要有智慧的心思，那7個頭就是女人所坐的7座山，他們又是7個王。呢度俾咗一個地理上最重要嘅線索。歷史上眾所周知，有7座山嘅城，必然就係指到羅馬，所以呢隻獸嘅國度肯定就係復活咗嘅羅馬帝國。我哋仍然記得敵基督就係13章1節所講，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裏上來，有10個角7個頭，在10個角上帶着10個冠冕，7個頭上有褻瀆的名號。喺當時我哋思想過呢個7個頭係相對應於第12章嘅大紅龍撒旦，佢同樣都有7個頭，敵基督係撒旦嘅代表。天使繼續解釋，原來喺第13章嘅7個頭係有特別意思嘅，就係第9節，他們又是7個王。天使繼續講，第10節，5個已經倒了，1個還在，1個還沒有來到，他來的時候必須只暫時停留。呢度嘅解釋5個已經倒了，係指聖經中5個與神為敵嘅帝國，就係埃及、亞述、巴比倫、馬代波斯、希臘呢5個國係已經成為過去。1個還在，就係當時迫害約翰嘅羅馬，羅馬還在。1個還沒有來到，就係東羅馬帝國，還沒有來到。東羅馬帝國係要喺主後313年喺君士坦丁信主之後先至會嚟到嘅。第11節，那以前有現在沒有的獸就是第8個，就係將來嘅敵基督，他也和那7個同列，意思係佢哋係一脈相承。
亦都可以算係敵基督，佢取代咗東羅馬帝國，成為咗第7個頭，正歸於沉淪。由於呢度7個帝國喺敵基督取代咗東羅馬帝國之後，都係與神為敵嘅，所以7個頭上都有褻瀆嘅名號。第12節繼續講，你曾看見的那10個國，就是10個王，他們還沒有得到國度，但他們要和那隻獸同得權柄，作王1個時辰。13節，他們同心把自己的能力權柄交給那隻獸。嚟到本章呢一度，敵基督佢更加係變本加厲，佢自稱為神，所以身體滿佈咗嘅都係褻瀆的名號。但係事與願違，14節嗰度講，他們將與羔羊作戰，羔羊必勝過他們，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，萬王之王，而同羔羊在一起的是蒙召、被選、忠心的人。係講主耶穌佢到來作戰。我哋將會喺第19章再作思考。當敵基督喺呢度控制咗大局，取得咗一切權力嘅時候，佢做咗一件事。第15節，天使又對我說：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，就是許多民族、人民、邦國、語言。天使強調呢個係一個國際化嘅教會，財力物力當然係豐富雄厚。16節，你所看見的那10個國與獸必恨這淫婦，他們要使她孤獨赤身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將她燒盡。係指到敵基督將會殺害咗呢個大淫婦，搶奪咗佢一切嘅財產。17節，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執行他，就係敵基督的旨意，把他們自己的國交給那隻獸，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。第18節，你所看見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。過去喺歷史上係呢個女人去管轄地上嘅眾王嘅。但係而家世界輪流轉，呢度嘅結果就係喺上一章16章19節，神記起了大巴比倫城，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嘅第一個意思。但係巴比倫仲有一個身份，係經濟上嘅巴比倫。我哋喺下一章會繼續睇到。喺呢度我哋有一個疑問，呢個大淫婦係唔係就係今天嘅天主教呢？佢是否就完全等同於今天嘅天主教呢？答案可以話係，但卻亦都可以話並不完全係。點解可以咁講呢？我哋要留意幾件事情。其實天主教佢係一脈相承於啟示錄第2章嘅推雅推拉教會，以及啟示錄第3章嘅撒狄教會。喺以上2個教會之中，主耶穌已經清楚表達過，只要喺其中，佢哋仍然保持單純嘅因信稱義嘅信心，主耶穌嚟嘅時候，佢哋係有份嘅。所以即使係今天，又或者歷世歷代以嚟，喺天主教體系當中，肯定係有得救嘅信徒嘅。喺主耶穌再來嘅時候，死咗嘅係會復活。現今在世上嘅，亦都有能夠改變身體狀態而得救嘅信徒。當呢啲信徒被提走咗之後，剩低嘅就將會喺呢度嘅大淫婦呢個組織。因為到時嘅組織係會聯合咗世上其他所有嘅宗教，敵基督係要利用呢股勢力達到佢嘅目的，然後佢先至自稱為神，係為咗方便佢進行一次過嘅清洗，然後佢先至會自稱為神嘅。所以到時呢個新組織可能會被稱為大聯合教會，係表面上屬於基督嘅異端教會組織，係超越咗今天嘅天主教現有嘅狀態，所以係與今天嘅天主教已經不同。今天我哋作為相信咗主耶穌基督嘅人，刻不容緩嘅對策係乜嘢呢？仍然係還原基本步，就係找緊聖經嘅真理，就係確保自己有因信稱義得救嘅信心，就係靠着認罪悔改，有聖靈嘅內住，得着重生，喺神嘅眼中有聖潔公義嘅生命狀態，去等待主耶穌基督嘅再來，就係至關重要嘅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